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生活中常常讲会到，就是和人烧酒问的时，会问人讲你食饱未？这里食，这个食是背音做动词，代表甲物件放入去嘴里，或者是吞落去腹肚底。像咱讲食饭、食果子、食茶。刷来靠大到靠啥物来食穿，靠啥物来生活意思？像咱讲食头路、食名、食甲老。另外，这里食嘛有用无正当的方式摕到利益的意思。像咱讲食钱、食凊头，若是菜色，咱讲食色；若是钱来的方式，咱讲食水、食风。若名词读做文音，读做食，像咱讲食品、食物，也有食食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经食，这个意思就是歹喙斗，也就是食物件经东经西。第二个词食品，也就是会当食或者是会当啉的物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囡仔足好喙斗，普通时拢袂经食。你饲伊啥物食品，伊逐项都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食，另外一个音是食，拢是第八条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